只要天气允许，赖鸿静就会骑着他的悠游车，在美浓田间小路寻找。随着时光逐渐消失的烟楼和三合院伙房，简单的一种伙房啊，然后加上它的前面的前景有香蕉、槟榔，还有这个椰子树。发现了，立刻拿出纸笔，选择画画而不是拍照记录。赖鸿静说，是为了停留久一点。虫鸣、鸟叫、风声围绕身旁的一切，用心欣赏，用五感体会。那以后看到这一张画，大概我们都会呈现当时的一个状况，这是一种记忆了。所以至今没忘记曾经在溪旁撞见一群妇人洗衣的情景。当时我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张画面，然后吸引到这边。简单公园如何一种很好。简单过年就是一种幸福，简单过生活就是一种幸福。原本和太太在北高各地教美术的赖鸿静，10年前决定在美浓开民宿。他说，事后回想，应该是离开客家庄多年的游子想回归的心情。我还是要回到那个客家庄，你不接触的话，大概就以后那种机会就很少。也因此特别鼓励学生画自己的家乡，画家乡的老街，以后这些都会是思念。赖鸿静希望自己的民宿不只充满艺术主题，还能推动乡土教学。好，来，我们到外面看野莲。老坐那一块。水莲为主角，然后你自己去想跟水莲有关系的。这堂课，小朋友认识了美浓特产的水莲，把它画出来。如果有图像记忆法，也许多年以后，孩子们不会忘记曾经画过的我的家乡。上课喽！简单过年嘞，就是一种幸福。简单过年嘞，就是一种幸福。谢谢宗仪老师。